直以嚟，好多香港街坊都以為收費廁所淨係內地先有，估唔到而家連黃大仙呢個傳統拜神聖地，善眾入廟祈福想去個廁所，都要俾2蚊。呢個收費廁所位於黃大仙祠正門旁邊，仲裝咗閘機，而且唔分香港街坊、內地遊客，所有人一視同仁都要收費，淨係得65歲以上長者、1米以下細路先可以豁免。最諷刺嘅係，廟內其實設有免費公廁，收費位就專門擺喺正門人流最多嘅位置。有街坊直言2蚊雞其實有啲離譜，隔離商場全部都有免費廁所，呢間只係普通公廁格局，根本唔應該收錢。我就覺得冇乜所謂，當係做善事，捐少少香油錢，區2蚊，就算俾咗都唔肉赤。呢度廁所味道爭啲，清潔明顯唔夠到位。既然要收費，起碼環境同衛生要做得更好先合理。呢間收費廁所並唔係祠廟自行管理嘅，係交由外判清潔公司營運。官方就話收費目的係防止外人濫用，減輕日常清潔成本。不過專程上嚟廟拜神嘅善眾就有啲感嘆，傳統廟宇變得越來越商業化，少咗往日嘅人情味，難免令人覺得唏噓可惜。